这小厮中了本太子的六欲阴雷，竟然还能反击！你身上定是有什么法宝，待本太子去来仔细查看。糟糕，我大意了，看来必须用黄泉图里学到的御剑之法，也许才能与他一战。死就死吧！御剑！迎风剑！不行，我穴位还是太低，御剑太消耗体力了，怎么办？持剑！御剑都不成，持剑只会让你死得更快。不行，不能这么蛮干，留住机会才行。若不是本太子受了点伤，看你还能招架到几时？好机会，就是现在！看不出你这小厮御剑不怎么行，但还是